春天百花開，大內的酪梨花也進入了開花期。為推動友善農業耕作以及大內酪梨花蜜，左岸幸福莊園特別規劃果園養蜂課程，帶領學員從蜂箱製作、蜜期管理、溫度調控以及資源配置等重要觀念，系統性介紹養蜂的完整流程。今天是帶就是大內這邊的農家，然後還有就是嘉義大學的就是同學們，就是來認識，就是在果園裡面就是透過機箱的技術來就是做那個蜜蜂的養殖，然後就是想要發展我們在地的就是特色的酪梨蜜，然後就是推動就是友善就是農業的耕作這樣。大內區長陳俊達表示，透過養蜂課程，除讓民眾了解農業永續的觀念，也希望借由豐富有趣的課程規劃，吸引更多外地遊客來到大內，認識及品嘗各種在地優質農特產。養蜂的這個課程除了說是一個實務上對農業很有幫助的一個課程以外，我們也希望借由這樣子的一個上課的環境，那整個課程的安排吸引到很多外地遊客可以來我們大內，就新農業永續的這個議題來多多的認識。課程特別邀請到有蜂農牧講師葉伯廷授課，透過戶外實地教學，學員不僅貼近自然環境，也能直接觀察蜜蜂與果樹之間的互動關係，使學習更加具體且深刻。蜜蜂它基本上是受到威脅才會攻擊你。好，所以我現在示範一件事情哦，如果你們等下想吃可以吃，手乾淨的話，那我現在挖一些它上面的蜂蜜，然後你放到工蜂的面前，你會發現這些工蜂它會開始吃你手上的蜂蜜。有看到嗎？它會把口氣伸出來，然後舔你手上的蜂蜜，然後如果它舔得太忘我，它會整隻爬到你的手上。今天的課程你有學到什麼嗎？有學到怎麼那個生活技能，還有就是如何養蜂，吃到蠻多蠻不錯的道地產品。區長陳俊達表示，隨着永續及友善農業理念日益受到重視，這類課程也展現了農業跨域整合的發展趨勢，期望吸引更多青年及學界投入，為農村注入新活力，打造兼具經濟價值與環境永續的農業新典範。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